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平安。好，让我们同学从座位上起立，好，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，让我们来赞美他，因为他是无人能够相比的神，阿们吗？永活全能的主宰，永活全能的主宰。承诺曾显明你的爱，奇妙主，荣耀神何等的伟大，圣洁尊贵的君王，超乎万民在全地之上，为我罪，有宝血赎回我生命，无人能与你相比，主当全知到永远。永活全能的主宰，到承诺上显明你的爱，奇妙主，荣耀神何等的伟大，圣洁尊贵的君王，超乎万民在全地之上，为我罪，有宝血赎回我生命。诸天深海，当受极大赞美。主你满有能力，世界盼望是你，我要敬拜你。何等伟大的爱，高过诸天深海。受极大赞美，主你满有能力，世界盼望是你，我要敬拜你。好，我们要敬拜你，我要敬拜你。再次来宣告，我要敬拜你，耶稣我的主。让一切荣耀、掌声都归给我们的神。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主，阿们吗？阿们，阿们。主啊，谢谢主，你何等伟大的爱，高过诸天和深海。主啊，你的爱是我们患难中、苦难中随时的依靠。让我们用全人、全心将荣耀归给你，全心跟随你。主啊，愿我们的全心、全人都能够归荣耀给主。我愿全心荣耀耶稣，放弃依靠我自己，
的骄傲，你的祝福无法测度，靠你能力，我能胜过世界。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，如同手中珍宝，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。耶稣基督，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，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，我的源头，我的盼望是你我主。我愿全心荣耀耶稣，因你恩典是我的新生命。你的怜悯触摸我心，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。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，只愿更认识你，所有成就都不能够与我的主荣耀相比。耶稣基督，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，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，我的源头，我的盼望。耶稣基督，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，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，我的源头，我的盼望。耶稣基督，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，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，我的源头，我的盼望。我的源头，我的源头，我的盼望是你我主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源头，你是我的主。主，我们要全心跟随你，在患难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要全心跟随你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多走敬拜，成为我们的祷告，信心的宣告。我敬拜你，在至圣地，献上生命当作活祭，主启发我与你亲近。耶稣，我要更认识你，我全心跟随你，我全心跟随你。
在至圣地，献上生命当作活祭，主启发我与你亲近。耶稣，我要更认识你，我全心跟随你，我全心跟随你，指示你路，表明你心，将生命献上，为了你，我全心跟随你，我全心跟随你，指示你路，表明你心，将生命献上，为了你，我全心跟随你，我全心跟随你，指示你路，表明你心，将生命献上，为了你，指示你路，指示你路，表明你心，将生命献上，为了你。是的，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能够聚集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能够来敬拜你。谢谢你，让我们认识你，也谢谢你，让我们知道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主。不论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如何，主你对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，也借着你在我们的当中奇妙的作为，让我们能够更深的经历你，明白神你创造我们，把我们带到这世界上的目的还有计划，让我们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。主啊，愿那我们在这里的敬拜，愿那我们在这里的祷告，愿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都能够成为神所爱的。无论我们今天是在线上，或是我们在现场，或是我们在看录影的重播，我们的每一位，主啊，求你的灵触摸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恢复与神与人和谐美好的关系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，大家平安。我们3个礼拜没有在这里聚会，好，那有2个礼拜过年，上个礼拜我们是开会员合会，好，那我们再次回来在这里的聚会啊，好，相信大家好久不见啊，跟你旁边挥挥手说好久不见，然后再对另外一个人说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看到你，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看到你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当中一段神很大祝福的经文，是记载在历代志上的第4章第9节和第10节，总共2节哦。好，所以让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从第9节起。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，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，意思是我生他甚是痛苦。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：甚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神就应允他所求的。好，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跟每个学生有密切的关系，是读书高分的秘诀。好，你已经开学的人请举手。好，只有2位开学，大部分人都还没有开学。好，那好，大学呢，再来这个礼拜就开学了。好，读书高分呢，好有秘诀。好，你觉得你读书很不行的，请举手。好，那没有举手的人请举手。好，
好，那就是呢，你觉得你可能读书都有一套的方法。好，那这个读书呢，好是有秘诀的。好，跟你旁边说，读书是有秘诀的。好，牧师本身不是小时候的读书呢，好，并不是很会读书啊。好，但是我的弟弟、我的妹妹都很会读书。好，我的弟弟是国中保送附中，好，师大附中，附中又保送师大，好，然后又考上师大的研究所。好，不过他后来不搞读书，好，他有去教书，好，他当师大要当老师，去教书呢，教了1个学期之后，他发现呢，好，他的兴趣不在教书，好，因为他的兴趣都在陪学生打电动，好，所以他去学校当实习老师的时候呢，都在教学生打电动。后来呢，他发现他不是教书的料，好，他就去改图啊。而我的妹妹呢，考上了北一女，后来又考上了台大。那台大之后呢，他是这个国际贸易系啊，好，所以呢，他就去银行，一毕业就去银行工作。去工作第1个月呢，就发现他也不是在这个银行工作的料，好，因为呢，他去做柜台，结果呢，才上班的第1个礼拜，好，就算钱算错，多算了10万块给人家，然后人家就带着10万块就走了，哇！结果呢，他才上班还不到1个月就要赔10万块啊！后来呢，这10万块还是我妈打电话去追，好，那个是好久以前的事情，追到那个人啊，说啊，拜托那个人把10万块拿来还，后来真的还，后来我妹也吓到了，好，发现他不是在这个银行借贷的料，好，所以他就辞掉了，好，他就不做这个了。我要举的例子是说呢，好，有时候读书好跟你人生的工作好不见得是同一件事情。好，你要去知道你为什么要读书，好，你要去知道你为什么要工作。或许呢，你可以真正提早去找到你想要做的事情。好，像我的弟弟他就是很喜欢画画，好，所以呢他这个很喜欢创作，所以呢他发现他创作是他最有趣的事情。好，所以他现在创作呢就是他的工作。而我的妹妹呢，发现说，她很喜欢教书，好，很喜欢教音乐，所以现在教音乐变成是她主要的工作。好，所以这每一个人呢，好，在选择你的人生的目标的时候当中呢，好，你要知道你要为什么而活。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好，你喜欢你的学校吗？好，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学生，你喜欢你的学校的，请举手。哇，有举2只手的，什么学校？什么学校？对，云科，你的什么学校？仁德，什么学校？屏东大学。好，如果有的人不假思索就举手的，好，你可能真的在这个学校当中，你很 enjoy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举手的呢，好，你可能都从这个学校毕业了，可是你的人生呢，还没有真的说你认同或是你喜欢这个学校。好，那我喜不喜欢我的学校呢？好，大部分喜欢。好，牧师，高中的时候呢，好，没有考得很好，所以考上了高职，好，去念。那时候都要考联考，好，所以是念北市商，但是我是念广告设计科啊，好，广告设计。我本来不晓得念高职，好，想说这个念高职就是不是升学，但是念广告设计3年当中呢，让我觉得不用念书，好，然后常常可以画画学设计。好，然后呢，还可以学摄影，学画水彩，还画素描，好，学很多的这个设计，好，然后还要分组啊，所以那当中呢，真的是念得很开心。后来呢，高职毕业之后呢，很多我们的同学都去就业，好，但是呢，我爸说不行，你要去念大学，所以又把我送去补习班补了1年，好，然后考大学，好，考上了淡江大学好的中文系，好，但是这中文呢，去开学的第1天我就非常的后悔啊，说哇，这个中文那个功课表一发下来之后，文字、训诂、声韵，好，然后什么中国思想史、中国哲学史，好，然后第1天就说我不念了，我要赶快来转学，不然我就是要再重考。结果没有想到我居然念完了，还居然念毕业了，而且呢还发现越念越有兴趣，好，就是越念越有兴趣。这个中国文学系，好，这个硬邦邦的东西，怎么会越念越有兴趣？其实就是老师，好，他在课堂上讲的东西，对你来讲，你觉得你听懂，而且呢，你能够 follow， 好，所以呢，开始接触之后，这当中还有，我记得有一年是修那个武侠小说，好，那一堂课呢，修武侠小说就是做什么？
读武侠小说啊，就读各种的武侠小说，好，这也是印象很深。好，但是呢，也让我在这个当中好学习。好，但是我觉得我真正最喜欢的学校呢，好是去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大四的时候，好那时候我就去考神学院。好，大四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大四下学期啊，好去考了神学院。好，考上之后就去当兵，好当兵2年，好当兵2年回来之后呢，好就去神学院就读。但是呢，神学院我觉得哇，真的是我最喜欢的学校，因为里面可以学圣经，好，里面可以学教会历史，好，里面可以学这个圣经的原文，好，很多不见得很喜欢，但是呢，你在这当中，好就发现哇，开始还有就是在神学院当中，那时候的老师教课全部都是用台语教课。好，台语上课，好，所以呢，很多你本来会听，但是不见得听得懂呢，好，就开始学习，好，而且当然还有就是读很多的这个英文原文书，因为读中文系很好的就是说不用买英文的原文书啊，好，你只要买中文的古书就好。可是呢，你去读了神学院，好，你也开始要读很多的这个英文的书啊，好，原文的书。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课的当中的学习呢，好是。不是为了考试而学习，因为你去读神学院前，你就有个目标，神学院毕业要做什么？宣教，好，当传道，好，将来要去当牧师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我很清楚知道，我去念这个是为了我在毕业之后要去做这些的事情，所以就是会在这个学习的阶段当中呢，好，去想到说我将来的身份是一个传道。我将来身份是一个牧师，所以我可以如何在这个神学院的阶段当中呢？好像是一个海绵一样，可以不断的去吸收，好像想象我将来所要做的。所以同样的，好，各位青年朋友、弟兄和姐妹，如果你还没有从学校毕业，还是在学阶段，你也要牧师也要鼓励你，好，带着这样的想象，就是你毕业之后，好，你的热情会在什么地方？我刚才举我弟弟的例子，举我妹妹的例子，好，其实我弟弟他是学这个艺术的创作的，所以他有在他毕业之后，他可以把他所学的用在他的工作上面，好，但是像我妹妹很多所学的，哇，到现在他几乎都用不上，好，但也不见得是用不上。我们的台湾过去的教育呢，好，就是什么时候学呢？不考的时候就不学，好像很多的科目，老师说这个不会考，你就怎么样？哦，太好了，好，就直接翻过去。然后老师说这个会考，你就这样，好，赶快记，好，这个老师会考的，好就要记，记不起来怎么办？好，死记硬记，就想办法，就是要好多有背就有分，好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叫做贝多分，好，你有背就有分哦。好，但是呢，很多的升学呢，可能是为了跟人家竞争，是为了跟人家排名，好，那甚至就算你排到了好这个全世界好最强的大学啊，好，这是世界排名的最强的10间大学，你认识几间？你有没有想要去读的？有没有想要去读的大学？这可能是呢，全世界很多的专业好最顶尖的教授好学生在那边，但是不是只有进去这个大学，而是你进去这个大学当中，你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知识？其实好，你很多的知识是你不见得要去到这个学校，你也可以同样学到这些的知识。不见得你要爬到这个国立大学，你一定要进入到最好的学府，你才能够得到好。但是呢，问题是你学习到这些的知识，你要用在什么样的地方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，以前的那个补习班的招生，好，从国小开始补习，好，这招生就是说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点，好，要赢在起跑点，好，然后呢，就是说补习是将来要上台大。补习将来是要能够成为医生，好，补习将来是要成为什么？好，成为律师，好。可是现在呢，好，国小的补习班呢，好，招生呢，宣传单上面什么？补习将来就可以进哪里？进台积电呢？好，进台积电。好，现在补习班呢，好像打造一条路，好，从国小开始打造，进入到台积电的路啊。好，因为现在台积电。好，是全球10大市值公司，好，刚好排在第10名，好，不过这是2020
2023年的资料，好，已经1年多前，2024年好2月14号，刚好是1年前哦，刚刚好1年前好的资料，好，那时候台积电就已经是全球市值好有超过进入前10大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能够有很多的机会，好，就在台湾，好，你如果好好的认真，好好的读书，你不用去说一定要到 Google， 你不一定要去到 Apple， 好，以前还有那个 Facebook 或到 Amazon， 好，你就在台湾，你有可能进入台积电，好，就进入全球10大公司啊，好，不过呢，还是要具有竞争力，好，以前呢 ，HTC， 好，这家公司还有没有听过？好，有听过。HTC 好，这个宏达电呢，好，也是一个很有竞争的公司，而且就设在桃园哦。可是呢，后来它的政策方向呢，好，跑到中国去之后，哇，这整个公司呢，好，就掉得非常的快啊。好，不论他们后来几年要不断怎么样追，不断追好，但是那个最好的好时期呢，就错过，就是因为政策的关系。好，所以台积电呢也有它的政策，好，就是呢，它要很清楚知道，好，它的这些怎么样保有它独特的地位，好，所以为什么宏达电 HTC 去对岸，好，就不见了呢？好，因为对岸就开始有了这些的什么小米啊，好，开始有了很多的红米啊，开始有了很多的华为啊，好，很多里面的精英呢，好，就开始被收买。然后呢，他们的这些的专业呢，通通都被人家拿去了，所以他就没有东西呢，就从这个最 top 上面就掉下来。好，所以呢，从读书到就业呢，好到竞争呢，好，牧师要让大家知道，工作不是咒诅，好，读书不是惩罚。好，请跟牧师说一次，工作不是咒诅，读书不是惩罚。很多人对工作的心态，好，认为哇很讨厌上班呢，好，明天礼拜一，好，然后要去上班。有人很讨厌上学呢，礼拜一我就快要抓狂了，我就快要忧郁了，好，想到礼拜要开学，很开心还是很难过？很开心哦，好，你就有找到这个读书的动力。可是呢，你如果要想到开学的，哇，真不想去上学，你这个问题呢，好，没有去克服的话呢，好，你可能毕业之后，好，这些的学习呢，真的没有找到这当中的乐趣啊。我们来读一段经文，是在箴言12章24节，请：殷勤人的手必掌权，懒惰的人必服苦。好，再一次，请：殷勤人的手必掌权，懒惰的人必服苦。好，不论是这个全球最好的大学，好，或是全球最好的公司，你能够竞争进入到这样子的行业，或是到这样的学习的顶尖的当中呢，你必须殷勤，就是你必须要，这个要非常的努力啊。好，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该努力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愿意努力啊，给自己放假，好，给自己放松。该起床的时候呢，再睡一下；该上课的时候呢，好，我今天请假；该上班的时候呢，我今天不要上班。好，但是呢，你就会懒惰人就会怎样？服苦，好，就是会吃苦啊，好，就是会吃苦，因为呢，他在他可以竞争的时候呢，他没有好好的去努力，好，但是殷勤的人呢，即便他没有说比人家会念书，他即便没有比人家好会背书，好，即便他没有比人家好的这个理解力，但是他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呢，好，最后他必掌权。掌权意思就是他当老板，好，他得到这个权利，好，他得到这个做这个上司啊，我们都很羡慕那个人生的胜利组啊，好，人生的胜利组，什么是人生的胜利组呢？哇，就是呢高富帅，好，然后女的漂亮，家里又有钱，然后又是学霸，好，然后呢，哇，这个穿的都是名牌，好，然后身材又好，头脑又好，好，我们好羡慕这样子的人啊，好，然后呢，嫁给白马王子，好，娶到了这个贵妇。娶到了这个有钱人的后代，好像我们现在在台湾的政坛上面，哇，也有很多人，就是他上一代、上一代累积给他的资源，所以呢，他可以比人家好得到更多的资源，好，然后比人家更有竞争力，好，譬如说最近有个立法委员，好，
立法委员好说，哇，他不是只有在台湾好有房子，他在美国的房子很多好，然后呢多到那个房子呢好，他自己都忘记他有这个房子没有去申报哇。其实我这个新闻看下来好，这个立法委员他不是忘记好，他一定是有问题好，没有诚实。但是呢，就算他有很多的房子哦，他在国外有很多的资产。可是他因为这个问题呢，好让他的诚信受到考验，所以呢，很可能好会连带去影响到他做立法委员。好，他是这个政治的第三代哦，政治的第三代，他的阿公开始就在从政，帮他累积了很多的资源。可是呢，好他却没有诚实诚信，或是他有一些难言之隐。好，现在大家很多记者还在追，好，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快用现金5000万就可以在美国买房子？你这5000万是怎么样送到美国去的？你是怎么交钱的？好，这些呢现在都被人家放大来检视哦。所以我们不见得要去羡慕，好，但是当你努力，好像黄仁勋，好，现在刚才讲到那个市值的产业啊，好，过去那时候他还排在第几名？曾经一度冲到第1名啊！好，黄仁勋呢，他也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，但是他殷勤的人就必掌权啊！好，那我很欣赏他讲的一句话，好，他说他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美国的汉堡店打工，好，然后那个汉堡店呢，好，那间汉堡店叫做什么名？Dennis， 好 ，Dennis， 好，我去夏威夷的时候还有去吃过。好，那个 Dennis 呢，他说他在那个汉堡店打工，他最引以为傲的，不是炸薯条，也不是做汉堡，是什么？对，洗厕所。他说呢，如果有那个颁发洗厕所的比赛，他说他一定是世界冠军，世界冠军。好，所以我们的青年呢，在教会好打工啊，去年暑假好，那牧师都常常鼓励他们，好，你要带着黄仁勋好的这个世界冠军好的这个决心来挑战这个厕所，好，你有没有办法把它洗到好是个世界第1名？殷勤的人手臂掌权哦，好，所以他可以去对付那个最臭的，好，那个最困难的，好，那个最没有人想要去碰的，但是他就是这样努力，在美国努力30年。好，他的公司成为世界好这个第1名的公司，好，他也翻身好一度成为世界首富。好，不过这世界首富的竞赛非常的快啊，好，他有时候股票一夜之间好就进入了几兆，好，有一夜之间好就损失了几兆，好，但是呢，他的根基呢还是在那个地方啊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哥罗西书第3章23和24节，请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。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因你们知道，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不论你是读书，不论你是工作，不论你是扫厕所、刷马桶，或是被这个派公差做值日生去倒垃圾，做什么都要从哪里做？好，什么意思呢？要用心去做，好，跟你旁边说要用心去做。那什么叫做不用心？反过来，不用心就随便做，好，反正没有人看，好，没有人管，没有人知道。这种态度呢，好，就会让你做这件事情呢，就失去它的价值。一个事情呢，好，能够到它有价值，好，能够成为世界所看重的，你用心去做它的时候呢，好，从心里做。这个事情哇，它就会产生它极大的意义。好，所以这个黄仁勋还跑去那个 Dennis， 好，他第1次打工那家店，好，还去那个厕所还去那边拍照。好，当他爆红之后，好，穿着他那个很帅气的皮衣去那边拍照的时候，好，就拍那张照片。那家店呢，好，就成为大家好蜂拥而去，好，要去那边争先看哇，这个世界首富曾经如何在这个厕所里面刷马桶的那个样子啊。从心里做，怎么样能够从心里做呢？第2句，第2行，像是什么？给主做的。这个主呢，不是你的老师，这个主不是你的老板，这个主呢，不是你的爸爸，是你的妈妈。很多人考试就是为了自己的爸爸妈妈考试。好像我今天又听到一个例子，好，就是说有一个考上医生的，当了医生的，结果呢，他后来当了什么？厨师。好，他都考上医生去做了医生，可是后来发现他当医生之后，哇，他对医生这个行业没有兴趣，他就去当厨师，他就去学什么法国料理。
结果现在他人在哪里呢？好，他现在在美国开法国料，他不是开，他是在一个很高档的那个法国料理餐厅啊。他当什么？他当那个整个菜单的总厨啊，那个总大厨，好，设计整个餐厅的菜单哦。好，他如果，但是呢，很多的这个名流人士呢，都会去那个餐厅好去吃。但是他本来可能是一个医生，你会想说，哇，他放弃医生好去学法式料理。但是他用心在这法式料理上面呢，他却成为这个美国好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法式餐厅的大厨，好，他可以专门招待好这些很多的政商名流，好招待这些的影艺这个明星啊，好艺人，好，但是他所做的又是他有兴趣的事情。但是如果当了医生，他可能现在在台湾的某一间医院，好。不管是看诊或是开诊所，可能也是赚很多的钱，可是他还是心中有一个梦想。所以呢，每一件事情你用心去做的时候呢，你要像是给主做，就是为了神而做。好，跟牧师说的是为神而做。当你为神而做的时候呢，神就会祝福你。你为你爸爸做的时候呢，你爸爸就会很棒。然后后面呢？就是这样子，好，就是这样。有的人爸爸说你考上了什么学校，我就给你买一台机车；有的妈妈说你考上了哪里，我就给你一台汽车。好，有的阿公说你念上了好，你的什么工作，我就给你买一个房子。好，你结了婚就给你送你一栋房子。好，可能有这些好给你，但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呢，更超越这一切。好，因为呢，上帝会给我们基业为赏赐啊。好，所以在圣经当中有一群人叫做利未人。好，请跟牧师说一次利未人。利未人他们不用上班，不用上班，他们就有饭吃；不用上班，他们就有衣服穿；不用上班，他们就可以活到老。好，可以到退休，甚至退休之后都有人照顾，好不好？好，超好的。好，他们上班呢，好，从30岁到50岁，总共几年？20年。好，30岁前谁养他们？国家养，就是所有的以色列12支派养他们，然后工作20年，退休51岁满50岁就退休。好，所以牧师也满50岁，牧师这时候如果是利未人就可以退休了。退休到你死，谁养你？国家养你。好，你可以活到几岁？60、70、80、90，随便你。他们只要花20年的工作，前面的人生30年，就是他们的认真学习。然后呢，找对象，好，成家立业，生孩子。30岁，好，开始在圣殿服侍，好，然后做到50岁。可是30岁到50岁，在圣殿当中的服侍呢，必须要战战兢兢，分毫不能差错。好，他们必须要365天，1年1到12月，好，每一个都必须按照圣经所规定的，好，必须要非常的精准。好，所以春夏秋冬，好，每一个这个礼拜，好，每一个祭祀，每一个献祭，好，都不能够错过。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羡慕，说在20年，可是20年呢，他们几乎是只有安息日休息，每一个礼拜的安息日那一天休息，其他的呢就是要不断的，而且要非常的精准。我举这个利未人的例子是说，利未人他们是为主而做，即便这个工作呢，好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富大贵，可是利未人他们的生命呢，好，却呈现了上帝所给他们的祝福。好，特别是左上角，好，有几位扛抬什么柜？约柜。这些扛抬约柜，好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他们必须要净身，好，洁净自己，要洗澡，还规定要洗几次。好，甚至呢，好，在某一些的特别日子当中，好，他们必须要打赤脚，他们必须要祷告，他们必须要好禁食，他们甚至不能够有任何的这个污秽，好，要保持自己的圣洁。好，但是当他们服侍神，好，他们上帝就祝福他们，让他们20年当中，好，他们的后半段的人生，好，能够继续的，好，能够协助下一代，好，来敬拜神。好，这是圣经当中的利未人，在哥林多后书的第9章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第9章第8节，好，看得到字吗？神，预备来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所以我们为主做，其实上帝要祝福我们。你为主做，不会为主做就越做越缺乏，
因为当你有一个从心里面为神而做，神就要将各样的恩惠，好，英文是 favor 就是把你喜爱的，你所喜爱的，不管是你心所爱的，上帝是多多的加给你们。当我们从神为神而做的时候，上帝就会把你所用心的喜爱的多多的给你们。给我们之后做什么呢？不是放在仓库锁在房间，使你们可以凡事，是每一件事常常怎样充足，就好像你这个银行里面有很多钱，好像你那个袋子里面有很多的子弹，好像呢你那个源源不绝的供应给你，你能够充足做什么呢？能多行各样什么善事。所以你认真读书，认真工作，就是能够最后的展现出来成果，就是能够多行各样善事啊。好，对自己说，我认真读书啊，跟牧师说，我认真读书，我认真工作，就能多行各样善事。这个善事呢，不要把它想说我拿去捐100块、200块，这个叫这个善事，好，而是像黄仁勋一样，好，或是像贾伯斯一样，或是像主伯克一样，好，你能够好改变这个世界，好，你能够给人带来更多的这个价值，好，生活上的转变，好，所以呢，好，请大声的跟牧师看着荧幕，大家一起大声来读。用我的工作和学业来荣耀基督。再一次，用我的工作和学业来怎样荣耀基督，多行各样的善事啊！好，所以贾伯斯可能人生没有活很长，可是他真的翻转我们的这个世代。从2007年这个第一次的 iPhone 问世以来，从2007到现在2025，只有过18年。这18年真的改变全世界、全人类的这个习惯，好，还有这个人跟人的在一起的方式，好，这当中还有4年的疫情，18年当中，你可以想象这18年，如果贾伯斯没有发明 iPhone 手机，好，那这4年的疫情呢，我们可能都还是在打开 notebook， 还要打开笔电，好，大家在用那个 Messenger， 好，但是呢，现在不是，好，当手机跟相机跟电脑这些影音社群结合之后，哇，人的爆炸性，很多人职业呢不再是被过去传统的职业所拘束，人可以做很多的无限的可能哦。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工作学业来荣耀神。好，今天这段经文雅比斯的祷告，好，圣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这是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。好，其实这也是在2月份教会的333祷告会的主题，就是为工作蒙福祷告，为学业蒙福来祷告。而今天我们是青年礼拜，所以牧师要特别来强调关于学习这件事情。很多人在念书对他来讲是一件苦差事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找到要领，找到秘诀。还有很多人，我们今天我们当中，我们的青年也很多是老师啊，好，现在是现任的老师，好，有教幼稚园的，有客服的，好，有国中的，还有高中的，还有大学的，好，不同的老师。而这些老师呢，好像牧师有2年在盘顶教会，好，盘顶教会有很多东海大学的教授，有很多东海大学的老师，好，所以牧师去盘顶教会，好，在台上讲到的时候，一开始去很有压力，因为我在那边讲到，你要台下都是什么教授，都是大学的教授，哇，很多。后来说这是静宜大学，是东海大学，这是什么中兴大学，这是经济系的，这是什么系的，这是什么系的。我发现，教授虽然是教授，但是呢，你不要跟他，你只要讲比他更专业是什么？圣经，你只要讲你专业的就好。我发现后来这些教授呢，他们都很认真的在听讲道，因为你讲你专业的就好，所以我就是分享圣经。所以让我发现说，我在圣经当中的分享，真的也帮助到这些老师，而这些老师就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学生，或者他们所教授的这些同学啊。好，读书好有秘诀。我们常常会想到说要考试的，
开学了就开始有模拟考，好，开学了，好，开始要交作业报告，好，作业很多写不完，好，进度呢跟不上，或是呢，好，考试前很累了，我想要放松，我已经快要爆炸了，好，有一些我们可能已经想脱离读书阶段，好，可是牧师告诉你，好，你跟你旁边说，好，一辈子都需要不断的学习，一辈子都需要不断的学习。好，我还记得我考完联考那一天，好，我就真的好高兴，好，把我家所有的参考书，好，所有的课本怎样，不是好丢到车子，用个纸箱装起来，然后呢，再用好，那时候牧师已经考驾照，因为我那时候已经19岁，好，已经有驾，我18岁就考驾照，然后那时候我都会帮家里面开车去送货。那天我爸叫我去送货，好，我就把所有的参考书通通装纸箱，然后呢，把那些纸通通载到那里资源回收厂，把那些所有的书通载到资源回收厂，然后呢，我拿到资源回收厂，我要丢之前呢，我还一本一本拿起来撕，一本一本拿起来撕，然后真的是傻，好这样子丢，好泄恨，好说这个东西好陪了看了1年，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看它了。但是没有想到这些书还会怎样自己回来？为什么会自己回来呢？因为我的小孩要念书啊。像牧师有3个孩子，好，那这3个孩子呢，好，他们去了美国，回来台湾之后，好，他们要学习，牧师要陪他们从开始学习，好，所以像现在允田是国中，没有发现开始我要再把国中的东西要再拿出来看，好，国中的数学要再拿出来看，好，然后呢，国中的参考书要再拿出来看，好，本来那些想说一辈子再也不会看到的东西，结果现在怎么样？又回来了，所以这也是牧师非常有感的，就是说读书真的要有技巧，因为我也在教国中生怎么样读书，我也在教国中生怎么样看数学。那自己在教的时候呢，发现这些学习呢，其实是有秘诀的。很多人的想法说，我已经读了很久，我已经很认真的读不好，我也抄笔记了，或是我也熬夜了，或是呢我也做计划了。但是呢，好，有几件事情，好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。这个叫做艾宾浩斯的复习曲线，前面那个名字你可以忘掉，但是你要记得后面那4个字“复习曲线”。好，大家说一次。这里面在讲什么呢？好，复习曲线就是前面是你发生的当天，好，然后后面横 S 轴就是到1个月后。好，当你发生的当天，好，现在牧师在讲复习曲线，你的记忆是多少？100%，好，你现在马上就可以记得复习曲线。可是呢，不到20分钟之后剩下多少？58%，好，不到60%。然后呢，1小时后剩下44%，不到50%。8个小时过后呢，剩下30%。1天过后呢，还是30%。2天之后呢，开始好有一个下降。6天，好，第6天之后剩下1/4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个人的记忆，好，人的记忆呢还是会维持，好，所以大概30天之后呢，好，剩下了21%，1/5啊，好，所以呢，一个事情如果你听懂了，好，我现在讲就是说，记忆就是说你明了，好，你明白，好，1个月后你还可以记得1/5，好，跟你旁边说，你一个事情明白之后，1个月后还可以记得1/5。一个事情你明白之后，你1个月后还可以记得1/5，前提是明白。问题是，如果你不明白的话怎么办？好，1个月后你什么不用说，1个月后你当下根本就是连那个100%都没有。好，所以你就等于是没有记忆，因为你不明白。所以读书呢，好，就是你要先做到一件事情，100%。现在到底在讲什么？现在老师到底在教什么？现在我在学的东西是什么？好，那很多对数学有害怕，就是这个问题。一开始你就听不懂，好，然后呢，下课之后还是听不懂，然后呢，接下来不管你的记得再怎么好呢，都是不懂的状态。即便你背了很多的公式，好，即便你背了很多的这个方程式，可是因为就是不懂，所以你的记忆值没有办法达到100%。所以你要学习历史也好，地理也好，历史在描述的这个事件，西安事变，你要先知道西安事变这4个字代表什么意思。你要达到100%，好，当你达到100%，你这个记忆才会有效。好，所以不论你现在是学什么科目，
或是你在读圣经也是一样。如果你没有去明白的话，好，你的记忆会一直下降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把它换成图表，就是我们的阅读的东西之后，我们会记得多少？10%。听过呢，变成几%？你读过再听过呢，就变成20%，你会记得20%。你读过、你听过、你再看过呢，好，就会变成30%。读过、听过、看过，再来呢，看影片、参与讨论、观看示范说明，好，比如说我们等一下后面有小组，那它就会有到50%。然后呢，你完了之后，你自己在小组当中你说出来，把今天的信息你再说一次，你会记得几%？ 70%。然后你说了之后，你又实际去做，你就会记得几%？ 90%。好，所以这种学习呢，真正有效的学习，好，不是你只有去拿一本书，是你要能够去教别人。好，所以你想要数学好，要怎么样？去教别人数学。好，按说我别人数学都不好，好，你就去教更小的。好，如果你说你就去教国中数学。好，如果你国中数学不好，就怎样？对，去教国小数学。如果国小数学教不好怎么办呢？去教什么？教幼稚园的数学可以吧？好，你就去幼稚园上班，好，就可以教幼稚园的数学，总是会有一个基础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好，这个读书呢，其实就是你要知道我到底要读什么书。好，这些课程，好，不论是国小6年、国中3年、高中3年，你要有一个计划出来，读书计划，或是说读书方法。好，请跟牧师说一次：读书计划、读书方法。好，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的人，好，他的读书计划、读书方法，好，但是呢，就是说，好，比如说我们学测，今年学测考完，好，明年学测剩下300多天，然后你是考高中就国中的对不起，国中会考，好，5月要考，还有2个月而已，剩2个月而已，国中会考，好，就是剩下60-70天而已，好，所以你就开始要赶快有一个计划，这计划就是我要怎么样，所有的东西可以达到100%。知道好，然后开始有记忆，好，又知道又能够有记忆，好，你这学习才会有拿到高分的秘诀。好，不过牧师好，后面还有很多东西要讲。我们在学习当中，好，我们已经在民国108年，好，就是2019年，我们已经开始来推动什么课纲？108课纲。好，这108课纲呢，好，你要先去明白它的设计在什么地方。所以你在这108课纲当中的学习呢，好，才能够去找到重点。好，那他的强调是要让你的学习自发、互动、共好。不过这个是跟老师、跟学校、跟教育部有关。我们学生很难。好，但是呢，他希望这个课纲是要让每个孩子能够适性扬才，终身学习。好，那我觉得现在看得到就是入学变得很多元。好，所以像我的大儿子允琪，他只有花30天，好，考大学，好，参加学测，就只有读前面呢，他是完全3年都没有去读，好，因为他高中好前面1年多在美国，后面1年多在台湾，1年多在台湾他是用高中自学，其实他都没有在念书，全部都在打工，好，都在做教会的事情。后来呢，好，他去当兵，好，当完兵之后他知道他考学测，好，他就只有花30天，30天呢怎么做呢？好，说你30天后要考学测，我现在带你去参考书店，好，然后买那什么，通通买那个最小本的，好，冲刺的总复习。所以你这30天就是看这些东西就好，好，然后呢，数学你可以看的就看，好，但是呢，这30天把这些看完，好，就差不多，好，结果他就很认真的看，结果他还社会还考得不错，我有時候都很想笑說，他才花30天考社會。都考得比人家读了3年考的社会还高，好，真的是很爱笑这样。他英文好，那是因为他在美国有基础，可是他连社会还有国文连那个作文，好，他也没有写什么作文，好，可是有时候当你认真去做的时候，找到那个读书的计划的时候，好，只有30天，好，你也可以有很大的这个进步的空间呐。我们的108课纲呢，它的设计呢叫做螺旋式课程，好，这个你一定要知道，好，跟牧师说一次，螺旋式课程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好，从你的最小的国小、国中，好，再来开始颜色高中、高2，再来通过学测，好，然后高1、高3，然后再来到分科测验，好，它都设计好了。
好，学测是在高三那一年的考学测，好，就是说他这个教育呢，好是一个螺旋的课程。好，那这个螺旋的课程呢，好就会开始会发现说，我在高中学的跟国中学的，有40%相似的感觉。然后你在国中学的会跟哪里？国小5、6年级有40%相似的感觉。好，这就是已经进入到108课纲，好螺旋式的课程。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，你国小的基础没有打起来的时候，国中就怎样？你就接不上了。你国中基础没有打起来的时候，高中怎样？就接不上的。好啊，高中没有基础的，高中好到大，但是没有关系。你的国小没有基础，国中没有基础，高中没有基础，你只要能够进去大学，你还可以是找到你的兴趣的专业、好专科，好，你还是可以在大学里面。所以像允琪，他没有这个国中、高中在台湾的基础，可他进去大学，好，他还是一样可以跟得上，因为他就是要找到他可以念的、好可以适应的科系。好，所以呢，好就是如果你知道这个108课纲，你就要开始从国小、国中，好都要来好好的打根基。那牧师今天要着重一科啊，好这科好也是牧师从小最害怕的，好，但是我要跟大家好，就是牧师学习的心得。好，数学来大家一起说一次，数学是一种语言，一种实用的规律科学，也是一种人文素养。好，等一下不要睡着。好，你要把数学，我们现在的108课纲呢，好那个题目都怎样？非常的长，根本就是在考国文啊。好，就是在考理解。好，那就是我们现在以前数学题目根本不用那么长，就是1行2行啊，就看到背公式，然后就开始，甚至还可以知道好答案什么。但是现在的数学不是，好，现在是在考语言，还有他在考逻辑科学，而且他还要考你的人文素养。好，你是不是做事情能够精准？好，所以我觉得数学学好呢，好做事情就会。所以为什么去台积电的人数学要好？他要看这个人是不是精准。做事情是不是能够找到答案、解决问题啊？好，所以过去呢，很多你在108课纲以前是9年一贯的，好，它的数学是左边这样子设计的，好 ，N 呢就是 number，S 呢就是 space， 好是空间 ，S algebra， 好，然后呢统计跟几率，好，这是以前12年国教之后呢，好，它有所不同，好设计，然后你可以看到，好，把刚才那个图变成这是国1，这是国2。这是国3，好，我再倒退一次，好，这个数语量呢，好，在国1的时候呢，好，它会着重比较多，好，然后呢，国2会减少，国3的时候呢就变好更少，但是呢，国3的时候呢，好是在后面的地方增加，好，空间几何就会增加，好像国2的好就是着重在空间几何，好，然后代数也会增加，好，然后到国3的时候，代数已经 OK， 要进入剩下就是高中的事情。但是它的函数呢，英文是什么？对，很好，好，你知道这个函数的英文是 function， 好，就知道说为什么要学函数，好，就是它要能够产生 function 这样子，好，所以呢，好，这个就是到了国3的基础，好，所以呢，12年国教的数学呢，好，它的各阶段的学习重点，好，从最左边的国小这个是1、2年级，蓝色的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绿色的是3、4年级，好，然后再来是5、6年级，好，所以国小数学不要放弃哦。国小数学好，如果你放弃，你的国中、高中就完蛋。好，所以怎样把你的国小数学救起来？就是你来教国小教他数学，好，去教他你就会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国中是红色阶段，好，7、8、9年级，好，然后高中呢是紫色阶段，好，所以我们的这个数学呢其实是。改变好，以前是没有逻辑好，没有连贯好，你可能就是会学这边一块那边一块好，然后看是几何你学的比较好，还是函数学的比较好，还是代数学的比较好好，但是现在不是，现在是你要把这个数学整套的好都要学起来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会跟你后来选什么大学就有关系好，我们现在分科好，数学高2的时候有数 A、数 B， 高3的时候数 A 里面还要分数甲和数乙。好，那数 A 呢？好，这些的，如果你是将来想要读工程的、读数学、化学的、生命科学的、地球环境的，好，你这个数 A， 你从国小开始的数学都要很强。好，但是如果你数学没有很强的，好，你可以选择艺术的、大众传播的、外语的、文史哲学的，好，游憩运动的这些只要求是在数 B。
好，但是呢，其他还有很多资讯啊、医药卫生啊、生物啊、建筑啊、社会心理啊、教育啊、法政学啊、管理啊、财经啊，这些是数 A 数 B 都要。好，我相信这个你们都比牧师还清楚。好，但是我要讲给一些就是你已经超过，你没有接触过108课纲，好，但是以后你可能会当爸爸妈妈的。还有我要讲给一些好，可能是你现在还是国小或国中阶段的，好，你要知道你接下来要面对的好是什么样子的内容。好，所以我们的通过学测之后呢，好，会考这几科啊，国英数社自，看起来只有5科，好，可是这5科呢，每一科都会有5种标，好，最高是什么标？顶标，再来呢前标，中间是什么？均标、后标、底标。好，那每一个科系呢，都按照他会要求你的国文可能要均标，好，如果好的时候，他的国文要前标，好，或是要顶标，好，他会不同的要求。你就可以去找到说，我可以适合念哪个学校、哪个科系啊？好，那再回到刚才的数学，这个是高中数学好的学习地图，好，这是高中数学的学习地图。好，那学习地图就是说你要从对，这是对，高中10年级、11年级、12年级。好，这个数学的学习地图呢，好，就好像坐一个车一样，好，你要这样一路的这样子连贯下来，好，你就可以一直通到后面这样。但是中间如果不通的话呢，你后面就没有办法到达。好，所以这个数学这件事情呢，好，就是你没有办法从中间好开始把数学学好，你一定要从基础开始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越年轻越早好知道这个事情，好，你就会说这国小数学好的基础，国小数学课本不要丢，国中数学课本不要丢，好，然后这个高一的数学课本不要丢，好，因为这些都会一直跟到你上大学为止。但是你说我不念大学数学啊，我上了大学不念数学，好，但是有一天呢，你当了爸爸，当了妈妈，生了孩子，他就开始国小数学、国中数学，好，这个东西还会自己回来找你。好，我以数学最难的做例子，其他的科目好就不会比这个更困难，其他科目好不会比数学更困难。好，所以我也去看了很多的影片，好，这是这个补习班的老师，好，他在帮我们介绍，好，这个以前的。9年一贯的数学和12年国教的数学的变化，好，所以你要知道，好，知道说国中数学但高中数学，好，它的差异在哪里？好，这是数语量，好，那这是不同它的差异在哪里？你会发现国中学的高中也要学，国中学的高中还会再学，好，所以不要放弃数学，跟你旁边说不要放弃数学，好，然后再跟他说数学是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好，希望牧师今天讲完之后呢，好，你对数学好可以再多看重一些。好，那些数学很好的呢，好，你可以跟他当朋友，好你也可以去教别人数学。当你开始去教别人数学的时候呢，好，你会发现，这个数字很有趣。有一个科学家叫做牛顿，这个牛顿呢，好，他在他那个年代好几百年前没有计算机的年代，他的数学非常的好。但是牛顿的爸爸呢是一个牧师，好，牛顿也很会读圣经，好，我这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但是牛顿呢说他花圣经的时间比花在科学的时间还要多，好，他从圣经里面呢发现，这个圣经有密码，好，他读圣经读到觉得圣经有密码，好，他一直想要找出圣经密码，好，所以好几年前有一本书叫《牛顿的圣经密码》。好，但是他就是以这个科学好的这种学习好，然后来读圣经好。那但是呢，虽然牛顿没有把这个微积分好但是他要把这个万有引力好，这运动定律好，还有很多的这个数学上面的贡献呢，好，还是给后人很多的成就啊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字太小了，好，这就是所有现在台湾大学好。在台湾念大学的招生的科系今年考完学测，好，民国114年，这个社会心理学群呢有114个系，好，你可以去选择。然后呢，这个系包括学校啦，好，这些所有有开的系有100多个。如果是学大众传播呢，好，总共有62个可以去选择。好，如果你是学艺术呢，有99个校系，好，你可以去选择。好，意思就是说，好，现在在台湾读大学。是不是很困难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好，困难的是你选择这个学校，你怎么样能够毕业，而且能够在这4年当中的学习，好，
好，真的是能够充实，毕业之后能够继续的运用，好，在你的未来的工作上面啊。好，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雅比斯的祷告，好，有4句话要送给大家。好，第一句话就是要求主赐福于我。好，请一起说一次。好，你要课业要好，你要为你的课业来祷告；你的工作要成就，你要为你的工作来祷告；你想要数学好，好，想要数学好的人请举手。好，太好了，好，看到这边人的举手，这些人对数学已经放弃到一个不行了。好，不要害怕数学，好，你要求主赐福于我，好，把我最害怕的科目，好，能够学好，你其他科目呢就会好，好，所以你要像黄仁勋一样去找那个厕所来挑战，好，就是把那个又臭的又讨厌的，好，数学，好，求主赐福于我。好，所以这个赐福于我呢，好，就是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智慧，好，按照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连牛顿，好，他都是一个按照信仰，好，来追求神的祝福，好，所以数学，好，不管是任何的学习，其实都是从神而来。我们在数学当中，我们在文学当中，我们在艺术当中，在音乐当中，好，在各个领域当中，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神的痕迹，好，神的痕迹。所以不管你学什么，好，你要求神赐福于我。第二个要求主怎样扩张我的境界。好，如果我的数学好，好，就是让我可以更上一层楼，好，扩张我的境界。好，我们要大胆的让我能够读更好的学校。好，对自己说，我可以读更好的学校。好，大家都讲得很心虚。好，来。这个再有信心的说第二次，我可以读更好的学校。好，再拿出更大的信心，对自己说，我可以读更好的学校。好，对，好，你要拿出这样的信心。很多人想说不可能，好，他连第一句话都讲不出来。但是扩张我的境界呢，就是靠着加给我力量的上帝能够带领我们，好，能够让那个不可能的变为可能呢。好，所以后面的例子，好，在这个祷告会的时候，牧师有分享，好，就牧师要赶快来结束啊。第3个祷告就是求主与我同在，好，请说一次，求主与我同在。当你在学习，不管学习英文，好，学习国文，好，学习自然。每一天的上学，好，每一天的学习，你要如何去理解100%？好，让那个真的可以理解，就是要求主与我同在。好，当你理解了100%的时候呢，好，其实有时候理解100%，好，就是说，我现在举个例子，汉堡王好的汉堡很好吃，这句话有没有很好理解？好，你就理解多少？100%。可是呢？如果你真的等一下结束之后跑去吃了之后呢，你有吃到好吃的，好，你就是这样，你就是不仅是理解，而且你真的有实际的去行，好，所以你的所学习的，好，就是要能够把它运用出来，好，求主与我同在。雅比斯的祷告呢，就是上帝的同在啊，好，所以让他的学习，好，让他的一生，好，因为他名字叫做甚是痛苦，好，雅比斯的名字是非常的痛苦啊！好，如果翻成台语叫做夭寿诶，夭寿。好，雅比斯如果是台湾人在取名字的话，好，就是夭寿诶，好，干脆不要生了，好，不要生出来。可是呢，雅比斯呢，好，因为跟神祷告，求神赐福他，求神扩张他的境界，求神与他同在，他就比他的弟兄更尊贵啊！好，他的弟兄是谁？他的弟兄是在犹大支派。都是在大卫的家族当中，他成为那个犹大支派当中更尊贵的人物。好，他的出生可能是妈妈好说夭寿诶，不想要让他来到这世界上，或是他的家人不想要他来这世界上。好，但是有神的同在。好，然后最后呢，保佑我不遭患难。好，就是什么呢？求主保守，避免落入罪中。好，我们说一次。求主保守，避免落入罪中。很多顶尖的罪犯，数学非常的好，你一定要数学非常的好，才能做那个顶尖的罪犯。很多的诈骗集团，他的外语能力的非常的好，他还讲越南话，他还讲这个缅甸话。很多顶尖的罪犯，记忆力非常的好，然
好过目不忘，好，他可以用随时切换很多自己的身份和角色。但是呢，我们成为一个学霸，或是我们在工作上面顶尖，但是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错误，好，进入试探，好，那或许我们所学的呢，好，变成不是来荣神益人，好，是变成对神好对社会有亏损了。好，所以这雅比斯的祷告，好，看得到中间的字哈，圣愿，来，我们再念一次，圣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难，不受艰苦。上帝就会应允我们的祷告，好，所以为我们的工作、学业、蒙福来祷告，好，每天好把你的学习，好，把你现在的学习的阶段，好，祷告，感谢上帝，让我现在还是学生的阶段，求上帝赐福我，好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好，让我的成绩能够不断的进步。求主与我同在。当这个我没有办法明白，我学不会的时候，上帝啊，好帮助我，好让我可以去有同学或是有老师可以来帮助我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好避免落入罪中，让我在这个学习当中不会骄傲。好，所以我们一起用这个祷告文一起来祷告，来，请主啊，感谢你给我工作和学校，求你祝福我。你的恩典倾倒在我的努力上，帮助我以得到祝福去祝福别人。求你扩张我的境界，帮助我为你的国和你的旨意做更大的事。请你与我同在，时时彰显在我的生活和生命中，保守我不遭患难，保护我不受试探，带领我远离灾病，使我从恶事及恶者中释放。阿们。红色的4句话，我们再读一次：求你祝福我，求你扩张我的境界，请你与我同在，保守我不遭患难。所以记得读书不是惩罚，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，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。你一生的幸福就从你好好认真读书来开始。好，你的前途、你的未来都在你现在成为学生的阶段，好好的享受那个读书、好开学，还有那个上课的每一天每一刻。就好像牧师想到，我一生真的是最喜欢念书的，就是去读神学那个时候，因为老师所教的都是我想要听的，老师所讲的都是我想要明白的，所以我会比别人更早起，我会愿意比老师更早到教室。好，当你找到这样学习动机，工作也找到这样的动机，好，充满了干劲的时候，好，你就会在这当中得到上帝的祝福。好，所以你要宣告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宣告：我喜爱我的工作学校。好，再一次，我喜爱我的工作学校。最后一次，我喜爱我的工作学校。好，请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。我要邀请大家来开口为你的学习来祷告。如果你是学生，你要宣告：主啊，你要透过我的学业来祝福我。如果你是上班族，你要来祷告：主啊，透过我的工作来祝福我。甚愿你赐福于我，常与我同在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守我不遭患难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在今天的学习当中、信息当中，主啊，求你再次对我们来说话，让我们明白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和旨意。无论我们现在是学生、是上班、是工作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向着标杆竭力来奔跑。主啊，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主啊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为主而活，是从心里做的，是为神而做的，是知道我要成为祝福众人的祝福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谢谢主。我敬拜你，在至圣地献上生命，当作活祭，主启发我与你亲近。耶稣，我要更认识你。从头再一次，我敬拜你，在至圣地。你的学习就是你敬拜神的地方。生命当作活祭，主
激发我与你亲近。耶稣，我要更认识你。对我们的祷告说：主，我敬拜你，我用你的课业来敬拜，用你的工作来敬拜。在至圣地献上生命，当作活祭，主激发我与你亲近。耶稣，我要更认识你，我全心跟随你，我全心跟随你，指示你路，表明你心，将生命献上为了你，我全心跟随你，我全心跟随你，指示你路，表明你心，将生命献上为了你。我要请大家闭上你的眼睛，跟着牧师来祷告。牧师要带领大家所要祷告的是突破你眼睛所看到的。或许你已经放弃了学习，或许你已经放弃了工作，或许你已经放弃你的人生，对你的人生没有任何的期待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是神愿意赐福于你，神愿意扩张你的境界，神愿意每一天与你同在。即便你在上数学课的时候，神愿意与你同在。只要你祷告，神的同在就临在。即便你在上英文的时候，工作的时候，做你最害怕、最不想做的事情，只要你愿意，神都乐意与你同在。神要帮助你。牧师要带着我们每一位来这样的祷告。当我祷告一句，请你开口跟我祷告一句：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创造我，谢谢你创造我，我是一个有脑袋，我是一个有脑袋，能够思考，能够思考，能够辨别，能够辨别，能够学习，能够学习，能够记忆。能够记忆。求你祝福我的学习，求你祝福我的学习，让我在学生的阶段，让我在学生的阶段，甚愿你赐福于我，甚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扩张我的境界，让我可以读更好的学校，让我能够读更好的学校，遇见更好的老师，遇见更好的老师，有更好的同学，有更好的同学，一起在学习上面进步。一起在学习上面进步。当我在工作的时候，当我在工作的时候，甚愿你赐福于我，甚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扩张我的境界，提升我，提升我，常与我同在，常与我同在，让我在工作学业当中，让我在工作学业当中，就是我敬拜的地方，就是我敬拜的地方，就是我服侍的地方，就是我服侍的地方，就是我荣耀神的地方，就是我荣耀神的地方。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难，不受艰难，不进入试探，不进入试探，不被情欲所捆绑。不被情欲所捆绑。让我在学习工作当中，让我在学习工作当中，充满神的祝福，充满神的祝福，能够来祝福人，能够来祝福人，能够多多行各样的善事，能够来行多样的善事，让我更殷勤，让我更殷勤，让我更爱神。让我更爱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无论做什么，都是要从心里做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，像是给主做，不是给人做的。不是给人做的。接下来这个祷告，我要请你来跟天父祷告，把你最害怕的事情，求神与你同在，赐福于你，
把你最害怕的科目，或是你最拒绝的科目，向神来祷告。当你向神求，神就乐意赐给你。不论你要怎么样的祷告，我希望你能够抓住今天的这个信息，还有圣灵的感动。今天是一个你得到改变的时刻，今天是一个你得到帮助的时刻，今天是一个神要乐意来回应帮助你的时刻。把你最害怕的，如果只有一件事情能够祷告，就是把你最担心的、最害怕的跟神来祷告，求神来帮助你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主要为我们当中每一位孩子、弟兄姐妹来祷告。不论我们所惧怕的、所担心的、所害怕的，主我们要借着祷告来交给你，交给你，交给你。主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担忧，因为让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从你而来，一切都是神你所造的。主在人所不能，在神你凡事都能。主求神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凡事都能。主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突破，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至圣所当中能够看见神你的荣美。主求你垂听我们祷告，垂听我们祷告。我敬拜你，在至圣地献上生命当作活祭。主启发我，主启发我与你亲近。耶稣，我要更认识。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说，主我全心，我全心跟随你，我全心跟随你，我全心跟随你。求主指示主的道路，指示你路，表明你心，将生命献上为了你。我全心跟随你，我全心跟随你，指示你路，表明你心，将生命献上为了你。指示你路，表明你心，将生命献上为了你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台湾、生长在台湾，我们都能够接受到好的教育。我们为108年的课纲来祷告，求你祝福这个教育的系统，这个螺旋式的教育，能够让下一代的台湾人能够更加的有学习的能力，有竞争力，让我们下一代的台湾人在数学上面能够有更多的突破。主即便我们没有跟上，主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我们凡事都能。主我们要祝福我们每一位，不论是在学生的阶段、工作的阶段，主让我们能够学习雅比斯的祷告，使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赐福。常常借着祷告，愿上帝你来触摸我们，让我们有信心，相信人所不能的，在神你凡事都能。扩张我们的境界，提升我们的境界，提升我们的眼界，提升我们的层次，能够从这个属世的进入到属天的，能够从这自然的能够到那超自然的领域当中。主让我们知道神你是行神迹奇事的神，主也常与我们同在。主让我们随时随刻都能够有看见神你按手环绕在我们的身上，主使我们能够建立你的大能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所拣选的利未人，我们能够活出像利未人的生命，能够全心全意的来服侍神、荣耀神，把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、能力、才干，用在神你的国度，用在神你的教会，用在神你的百姓当中。也求你祝福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当明天、后天开始上班、开始上课，
我们都能够全神贯注、全力以赴，向着标杆来直跑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着那从天召我们来得的奖赏。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留下，为我们积存那永远永恒的冠冕。那么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使我们的未来更美好，使我们的下一代更幸福，使我们的将来能够充满上帝的同在、上帝的祝福、上帝的应许。谢谢主，再一次垂听我们祷告。我们这样子献上我们的祷告、祈求、敬拜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大家请坐。我们这时候要来奉献，让我们预备心来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，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。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奉献。我生命为你所有，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，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？生命是你的，恩赐是你给的。请起立，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，我曾有什么不能给你？赏赐在于你，收取在于你，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，一生为你成为祝福。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孩子满心的感谢在农历春节后能够再次聚集一起敬拜，聆听你的话语，也谢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一切。求主能够教导我们，将这些丰盛的恩典化为更多的祝福，让这些祝福充满遍地。现在孩子献上时间、金钱，才能为你圣工所用，求主悦纳。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阿门。愿你所赏赐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，无人能比。阿门。让我们的感谢通过这首诗歌来赞美他。永活全能的主宰，道成肉身显明你的爱，奇妙主，荣耀神何等的伟大，圣洁尊贵的君王，超乎万民在全地之上，为我罪流宝血赎回我生命，无人能与你相比，掌权直到永远，我要扬声赞美你。哦，何等伟大的爱，高过诸天深海，当受极大赞美。主你满有能力，世界盼望是你。敬拜你，耶稣我的主，无人能与你相比，你掌权直到永远，我要扬声赞美你。何等伟大的爱，高过诸天深海，当受极大赞美。主你满有能力，世界盼望是你，我要敬拜你。一起来赞美他，耶稣我的主你满有能力，世界盼望是你，我要敬拜你。耶稣我的主。有能力，世界盼望是你，我要敬拜你，耶稣我的主。好，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，哈利路亚。
哈利路亚，更大声说哈利路亚，还想把荣耀归给神，哈利路亚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赞美你，让我们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来认识你，也求你教导我们读书的方法、工作的目标，让我们的一生能够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帮助与感动，与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我们再次拍掌，把荣耀归给神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请坐。大家好，我是子君。子君好。Hello。那我们现在要来报告。那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，叫做庄汉庸吗？这里。Hello， 欢迎你，欢迎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很久没有来的社青，叫做吴英豪。欢迎你回来，希望可以常常看到你哦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听我们的报告。自己按是不是？等等我，等我一下哦。好，我们刚刚欢迎完了啊，欢迎大家来。好，然后宗教改革简史线上课程在2月17号礼拜一8点，欢迎大家参加。然后第2次的圣礼点已经开始报名咯，在3月2号举行，所以如果你要受洗的话，可以向你的区长或者是小组长来报名。然后我们教会要进行大扫除，在3月1号到3月30的这个时间。那我们青年牧区要打扫的地方在33号新堂，到时候会再跟大家约时间。然后有志工证的人可以累积志工时数。好，2月26号礼拜3的8点祷告会是有邀请一位历史作家黄慧君姐妹，然后她要来分享台湾的爱228世代的民主追寻，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听。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在2月20号礼拜4的9点半，早上9点半到11点有一个感恩发表会，然后欢迎大家来参加。那详细的话，请你看周报的第9页。然后欢迎兄姐加入会员，然后如果要入会费的话，就是500块。这样，这是都要看，可以问李梅，对不对？李梅姐，对。我是木轩，好，他现在是生命教育协会的总干事。哦，好，对，也可以问木轩哦。好的。然后庆祝嘉南社教60周年，有一个志工60小时服务时数目标，然后特别招募爱家清洁环保志工，那详细的可以去看公布栏这样。OK， 好，退休会在5月17号到18号在古坑举行，那可以用赖的那个嘉南教会的官方赖，然后报名。那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洽李梅干事。好，然后2025上半年造就课程 A1 基要真理，还有 A2。长大成熟，在3月8号开始上课，然后如果你有报名，记得来上课哦。然后助学金在2月16号已经开始申请了，那如果要申请的话，可以到干事室拿的那个生日助学金收件盒拿那个申请表，然后或者是也可以扫 QR code 下载列印这样。截止日？截止日在3月23号。对。3月23号礼拜天，好，要记得那个申请哦。然后嘉南暑期短宣队，很久没有短宣了，对不对？相信大家都很期待。那我们7月21号到7月27号这个时间，会到高雄小港区汉民基督长老教会，对，然后可以有10到15名报名，然后你要全程都可以参加，你才可以报名哦，这样子，也不是啊，就是最好全程都可以参加这样子。好，然后3月30日报名截止，或者是额满的话就截止了。那可以问婕妤执事。他今天去高雄。他今天去高雄了，可以下礼拜问他。好，那我们我们的会友景轩跟玉萍，他也是那个社青的朋友们这样。
他们的阿嬷就是他蒙主恩召了，然后享受77岁，但在2月22号的时候会有一些告别礼拜啊，还有一些就是仪式，那大家可以参与，然后也安慰这些朋友们这样。然后2月20号是安慰礼拜，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关心他们这样子。那我们已经有派小组长去关心他们了，所以大家也可以自己私讯他们，然后关心他们一下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是小组时间，青衣区家青小组在新塘舞台左侧，然后 YZ 小组在吧台区。好了，大家可以是小组了，谢谢大家。